来继续这件咱掌有报号相亲灾，6个游客伫个平湖，因为行车的纠纷，甲一个关关救老爸孝子拖落车，共太喊太拍。动手的3个嫌犯以6万块来交保。隔天，警察阁保护因到机场坐飞机回台湾。等来台湾，阁安尼嘻嘻哈哈，无当作一回事，比野这手势，引起着平湖乡亲的愤怒。其中一个拍人的嫌犯，互人甲找出来了，讲桃园有一间顶个月才来开幕的资产管理公司的股东，就是拍人的嫌犯之一。网友质疑这个资产管理公司就是偷笑公司，平湖人是愤怒痛骂，是安怎这个警方阁要保护因，护送因返来台湾呢？才会当行平湖人一个公道呢？这个穿红色查甫人打起的眼镜挂顶，用安全帽一直卡，就敢因为对方家己一声喇叭尔，就袂得啦。新闻面被公开，观光客当要倒挖头有认这个驾驶，后来6个人就围过甲拍，引起平湖人的公愤。嫌犯所拍的相片有驶一台进口车，阁有真侪现金以及落嚟的手表啊、电话机啊。伊敢若是顶个月26才开幕的这间资产管理公司，伊遐物中的这个股东，实际来到桃园的地址，门锁条的公司内底无人，消息一个传出来，龟山分局的警方嘛到附近去巡逻关心，不过这群人真的一天返来台湾，无悔改意思，和平湖人更较生气。太夸张了，真的是无法无天，实力打架。对啊。7点多的时候，他们就很嗨啊！我会直接请他们离开吧，因为已经在本地，在我们澎湖已经发生很大的事情了。公司的人嘛，伫社群的网站伫背回讲，这个代志甲公司无关系，希望讲正义赶紧来临，实际找当事人电话拢总无接。就是发生以后，笔录做完了，交保，然后就有警察来护送回台。我不满的是。为什么连公开道歉都没有？不满的是，小娜因连讲一声失礼都无，爱阮护送返来台湾。即摆被拍被害人胸坎有受伤，要伫病院里观察，伊进前才关关救老爸尔，在地人才唔甘，美国新闻人一当行平湖人一个公道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也不要忘记收看《华视新闻》杂志哦。